行了，回去吧。二娘子无能。算了，也不能怪你。我知道你晚上看不见，以后晚上你就睡觉吧。看家的事儿就交给旺财。夫君，怎么回事？公主昨晚走了，想是回自己的府里了吧？回府不会偷偷的走。那公主会……夫人，家里面你盯一下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老爷，蒙羞来访。请。是。子豪参见上官大人。子豪，不必拘礼，坐。大人，昨日入宫，正如子豪所言，功亏一篑。子豪不必难过，对此结果，老夫还是有准备的，也算是预料之中吧。怪不得刚才进来的时候，看见那些下人都走得七七八八。昨天深夜，老夫就遣散了众人，剩下的这些都是从小跟着老夫，不愿意走。可那岂不是自寻死路，对不对？哎，有的人呐，把生死看得重；有的人呢，把情义看得重。老夫不能替众人决定道路，只能由他们自己选。是，小的受教了。子豪，你此番前来，不是为了问问老夫吧？我知上官大人昨日皇宫一役，身心俱疲，但除了大人之外，我实在找不出能救兰陵公主的人了。公主她……小的昨日强行将公主带回府中，可公主身负武功，趁夜逃离。现在想必是说……子豪，要是在昨天，老夫凭着多年在朝第一重臣的名望，救个人还是有些办法。可昨天以后，老夫发现陛下实际上已被武后彻底控制。老夫实在是爱莫能助了。这么说，连上官大人也没有办法了。子豪，听老夫一句话，明哲保身，包括我，包括公主，都能躲开就躲开。朝中那些大臣像是听到了风声，今天对老夫是避之唯恐不及，老夫却不生气，你道为何？大人不想连累无辜，此其一。其二，老夫不想那些正直忠臣为了老夫与武后对峙。眼下武后势大，万不可以卵击石。大人，好意子豪心领了，但是公主不能不救。子豪告辞。你们有问题去问衙门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来人，封了。姑娘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私自拆封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走，都散了吧。
姑娘，谢公子。请看今日之玉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？都听说了吗？连会所也被封了。我们得做点什么呀？怎么干啊？听说这次斗那么大阵仗对付子豪兄，是因为武后发的话。武后发的话怎么了？德少兄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不，就不小声。各位，我叫程珠，我是卢国公的后代，我就说武后坏话了，怎么样？你们拿我怎么样？这胆小鬼！老板，拿酒。行，尿糟的！世人兄，崔世仁，你一向不讲义气，哼！子夜兄，你不会也想走吧？发泄完了吗？发泄完了。发泄完了就动脑子想想办法。还有脸回来？德少兄，刚刚那会儿肚子疼。哎，有了！讲，咱们都是开国元勋的后代，老子肯定比咱们有能耐呀！啊，哎，咱们回家求求家里，开动关系，保荐子豪不就成了？这个主意倒是可行。不可行。怎么不可？可，我说可就可。可你喝水，这个方法行不通。独孤兄，为何不可行？实不相瞒，前日我见子豪兄了。子豪兄拜托在下一件事。啥事儿？子豪兄说，让我们照顾好自己，全当没他这个朋友，切不可意气用事。好哎，我同意，这个办法好。子豪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子豪吩咐的事情，我独孤父向来不问。四叶兄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应该能猜出一二吧？四叶兄，为什么呀？德超啊，这你都想不明白吗？子豪兄那是怕连累咱们。哎呦，我们是怕连累的人吗？我怕。既然子豪兄这么照顾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恭敬从命啊！我先表个态啊，我回了家以后，我天天烧香拜佛，祝愿子豪兄早日逢凶化吉。呸！没骨气，我程初就不像你。另外，子豪兄还有一件事情。有啥事儿？子豪兄说，知道你讲义气，所以让我跟四叶兄看住你，让你不要太冲动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三个人就要同吃同行了。既然是子豪兄所托，小弟自当效力。你们，我听你们的。陈567，陈534，拜见娘娘，拜见娘娘。进来吧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娘娘，事已办妥。那王修家的花露水作坊、蒸酒作坊，还有那会所，全让以各种理由查封了。现在剩下的就是他们家那些地。好。那娘娘，您打算接下来？既然只剩下地了，留着还有什么用呢？啊？啊，对，卑职明白，卑职这就去办。卑职明白。小侯爷，
公主她……你不用担心，她在皇宫。可是怎么样？刚才哭闹了一阵子，现在吃饱了，不闹了。你准备一下，收拾点东西，带着科尔跟我走。小侯爷，我们去哪儿？公主可能有危险，所以现在只能把你跟科尔暂时安排到乡下避一下风头。公主有危险？那这不是你要担心的事儿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现在最关键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科尔，懂了吗？是。去吧。怎么了，哥？没事吧？我还是第一次白天看这牌匾，我有点不习惯。让你一说，还真是哈。啊！来啦！您二位有何贵干？看不懂，叫个懂的人来。他还扭起来了，等着吧。夫人出事了！夫人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拿出点大户人家的样子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。夫人，他们两个说要收咱们家地，收地？没错。哟，武家兄弟，上次深夜到访还不够，特意白天过来串门子啊？是啊，你少说风凉话。今天二位爷是来办公事的，没错。给他。哼。王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刚才的气势哪儿去了？这可是朝廷颁布的征地令，要是看不懂啊，给他念念。奉天承运，是吧？多谢你的美意，我看得明白。送客。哎，怎么翻脸？这翻脸！哎，这大爷！滚！夫人呐，这征地令征了咱家多少地啊？朝廷以前划给我们的棉花田、白菜田，全给征了。啊？那咱家就剩以前侯府祖产的那些了？哎呀，夫人呐，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？这个武家兄弟真是太气人了。武家兄弟只是一些小鱼小虾，背后的黑手才是我们的心头大患。那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就不相信我们堂堂正正的做人，还能让人给整垮了。可是那可是朝廷啊！朝廷，就算他朝廷想灭咱们侯府，也得有个正当的理由。哎，夫君呢？夫君去哪儿了？夫君在忙正事儿，现在这个家就剩咱们俩撑着了。夫人，你说吧，让二女做什么？你呀，就安心的给我吃好喝好，就是对侯府最大的帮助。对了，最近千万不要惹事儿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兄弟，你刚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就咱俩这阵仗，生把王家吓得都不敢说话。是啊，咱俩今天是大出风头。长安城自此有咱们兄弟二人一号。没错，
咱俩现在就是长安城1号人物，没错，看他们以后谁还敢惹咱们？没有人敢。躲开！武家兄弟的路你都敢挡，你不想活了？我不想活了。嘿，还来一挡横的，你谁呀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说呀！谁呀？但不告诉你。嘿，哥，他耍咱们，揍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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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须得揍他！揍！你这活太狠了，一招就把咱俩干地下了。哥，咱俩这算是跌面了吧？不算，不算，没人看到就不算，不算。对，没事吧？夫人，刚才干嘛去了？夫人，是我叫二娘子去的，你罚我吧。那2个狗崽子看见你没有？没有。打得好，打得好啊！妹妹见过姐姐，来的还真是时候啊。姐姐此话怎讲啊？没什么，就是看你今天春风得意，不免有些感慨。姐姐是近来不得意吗？丫头，你要是来侯府看我陈玄演的笑话，那你打错主意了。侯府还在，没倒，真是让你失望了。姐姐，您会错小妹的意了。小妹这次是来还账的。还账？可是夫君说，小侯爷说不用还账，那是他小侯爷说呀。可是，在妹妹心里，欠账就一定要还的。我今年倒是赚了一些钱，知道姐姐喜欢田里的东西，就专门换了一些良田。这是地契，姐姐，您收好。姐姐，难不成是嫌少了？丫头，姐姐对不住你。当初在你家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再说了，谁还能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记在心上呢？在我心里，您一直都是我的莹姐姐。姐姐，您要是还有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丫头。姐姐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姐姐还有件事情，想请你帮忙。这些人都是被朝廷收走地的那些佃户，离了地就没了粮食。姐姐求你帮个忙，收留他们。我们承蒙小侯爷和夫人的恩情，恐怕这辈子难以回报。如今再让夫人为我们求人，我们实在是于心不忍呐！大家伙给你跪下了！这位是云姑娘，不是外人，大家伙可千万别这样。起来吧！大家都起来吧，起来呀！可别给侯府王家丢人。大家都起来吧！其实你们这次到我家里去，我还得感谢你们呢。我正愁最近缺少人手呢，我在这儿就谢谢大家了。还有就是，
我管你们王夫人叫姐姐，更受过你们小侯爷的大恩，所以啊，我们算来算去都是亲姐妹，都是自家人，大家到我那儿可别见外，到时候姐姐可会见怪的。谢云姑娘，谢王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哎，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栓子，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你还没学会镇定啊？夫人，我们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我是子豪兄的朋友，没有见到子豪兄的面，我是死了也不会瞑目的。呸！是朋友，你还在这个时候来我家勒索啊？夫君，这钱要是一赔出去的话，咱们家就彻底回到从前了。回到从前又怎样？那就从头再来。从前怎么挣到的这份家业，以后就这么挣回来。娘娘要想杀王修，那肯定是易如反掌的。但是王修真的要是死了，娘娘就要遗憾终生了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一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一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释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梦，当你曾寂寞不留痕迹带走年纪